各位香港街坊，今日阿榮帶大家睇一睇中山市中心石岐關悦來呢個屋苑151平方，實用面積去到170平方。你睇下佢呢個廳嘅設計，長度有足足有9米嘅，而且嘅話咧，佢呢個單位係5房嘅。到時候咧，佢呢幅牆係可以駁㗎，駁咗佢，然之後佢呢個客廳仲更加大，視野更加廣闊。咁我對開就係陽台啦，重點嚟啦！大陽台住喺呢度真係享受一流啊！樓下咧就係宋式園林啦，佢呢個發展商係非常之捨得使錢打造嘅。正所謂家有老香蟲，一世唔使窮。咁入嚟先睇為佢第一個房間係帶有衛生間嘅，到時候收咗樓可以做為長輩房啊，都冇問題嘅。咁我右手邊咧就係客廳嘅位置、飯廳嘅位置啦，擺一張4人位嘅餐台。對開就係 L 型嘅廚房，交付標準係非常之高嘅。你睇下佢呢塊銀板石，佢係冇縫㗎，無縫對接一塊過嘅。而且嘅話咧，佢呢邊仲有一個房嘅，相當於連保姆間都同你設計好啦，連埋佢中央空調全部都係送俾你嘅。咁第3間房咧，到時候都可以駁咗佢嘅，將呢個大陽台。然之後咧，將呢個大廳全部連接喺埋一齊，呢度唔係承重牆嘅，可以。咁我右手邊咧就係光濕分離嘅洗手間，手邊咧就係大4間房，到時候都可以擺一張1.5米嘅床，都冇問題嘅。咁佢對開啦，就係主人房啦，唔使講啦，擺一張1.8米、2米嘅，或者擺一張2.2米嘅床，完全冇問題，好闊落。佢呢邊咧就係衛生間啦，做埋光濕分離嘅，到時候咧都可以幫裝回浴缸嘅，都冇問題嘅。咁呢個屋苑咧睇咗，而家係有咩需要想過嚟呢邊睇一睇嘅，都可以揾明仔嘅。